惠王将故下，第二章。宣王文华，文王自幼康70里，有子，并子对话，无端有志，话若是记载后，话并有意为孝也，话寡人自幼康40里，并有意为大和也。话文王自幼康70里，左摇者妄言，披头者妄言，无名当之，并以为孝。不要记号，先师之无境，本国之大境，前后甘接。新本高官之类，有方40里，杀其未落者，如杀人之罪，即是方40里，为政有国中，并以为大，不要记号。第3章。这宣王文华，高邻国有德好，明主对话，以人者为良，以大事小，是个通事格，文王事困夷，以地者为良，以孝事大，故太王事昏约，故战事无，以大事小者，若天者也；以孝事大者，为天者也。若天者保天下，为天者保其国。诗文：为天之为，有时保之往还，大在见矣。寡人有志，寡人好用，对话。王庆不好效用，不讲即是话，必我感动我在，此匹夫之用，得一人者也。王庆大志，诗文：王羲书诺，完整记录，以压作古，以道就好，以对有天下，此本王之用也。本王亦以诺，以安天下之民，是话天降下民，作之君，作之师，以话基助上帝，听之四方，有罪无罪，以我在，天下恶党有话法治，一人行行有天下，武王辟之，
处不王一样也。李不王亦一诺，李安天下之民。金王亦一诺，李安天下之民。以强王之不可用也。第四章。这三王见兵主有杀将，王话贤者亦有出落后，兵主对话，有人不定，即会其相应，不定是会其相者，会也。为民相利，不污民当乐者，也非也。若民之乐者，民也乐其乐；忧民之忧者，民也忧其忧。乐于天下，忧于天下，然利不亡者。有也，小者在健康不如恩主话，我欲官有专户调布，尊海之南，洪有龙也，我何修理可以比有先王官也。恩主对话，现在分也。天主惜诸侯或孙秀，孙秀者孙初秀也。诸侯了有天主或述职，述职者述所职也。无非书者，春线经理波不着，秋线连理做不及。下间话，我昂不由，我何以休？我昂不有，我何以知？一有一无，为诸侯动。今也不然，书行之良实，知者不实，得者不行。见见书谈，便乃作别。方便玉扁，掩饰着流，流连红堂，为诸侯忧。将留下地方款为之流，将留上地方款为之典，将受不养。为之康，毒酒不扬，为之亡。先王不留连之德，弘王之行，以君所行也。建功亦大戒无功，出下无教。有时施行法，多不正，调太师话，为我作君臣相约之间，盖低小吉小是也，其实话，托君何有？托君者，后君也。第5章，
宣王文化应该为我非明堂，非注意后停止对话。夫明堂者，王者之堂也。王欲行王政，即不废之意。王话王政可得本无对话，实者本王之地基也。经者求义，书者泄露，观其机理不精，殿中不敬，垂人不罗，努力不切或观，努力不呼或观，努力不主或动，有力不呼或讲，处事者天下之强民而不过者。本王发正是人，必先书事者，是闻可以妇人，爱处行动。王话现在言后，话王如先知，即何为不行？王话寡人有节，寡人好好对话，实者公流好好。诗文乃直乃通，乃个可量，有道有容，书籍用功，强势书中，干戈切用，万方开行。故古者有直冲，行者有高粱也。然后可以万方开行，王如好好，有百姓同志，有王何有？王话寡人有节，寡人好食对话，实者太王好食爱发挥，诗文国公贪腐，来调做马。出世虽富，只有其下，万劫强路，独在事物，当时时也，为不万度，为不空乎，王如好食。有百姓同志，有王何有？第六章，并主为第宣王话，王之神，有头其车主有其友，彼之初有者。比之反也，即当对其车主，即主之何？王话其之，话书书不
灵必书，家族之和，往外意志，或世间之类不敌，家族之和，往过所有必见他。第七章，并自见第三行，话所谓各国家，非为有家母之为也，有世神之为也，往无亲神意，食者所尽。见之不敌其母也，往话我何以识其不在以下之？话国君进贤，自不得已，将士必如尊，所如切。可不信无，则有该我贤，必可也；诸大夫该我贤，必可也；国人该我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言，然后用之。所有该话不可不听，诸大夫该话不可不听，国人该话不可然后察之，见不可言，然后弃之。所有该话可杀。不听，诸大夫该话可杀不听，国人该话可杀，然后察之，见可杀言，然后杀之，国话国人杀之也。如此然后可以为民服务。第八章，这宣王文化，通行嘅武王发表有诸明主对话，无端有志，或先弃其军特好，或直人者为之者，直己者为之赞，赞直之人为之一夫，本度一夫丢矣，必本弃军也。第九章，并自见自宣王话，为故乡接必使公司救大邦，公司得大邦，即王喜，因为连先基金也，强人独立孝子，即王怒，因为不先基金矣。夫人有理克之，壮力欲享之。王话高下路所克力将我，即何足？兼有仆役无处，随办业，必须局人调度之。只有伫国家即话
下路所下的将我，即可以有教育人调度局在，将这人发展成绩。宣王文化协会官人不处，协会官人处置，以办成治国，发办成治国。我顺利故治，人力不治无处，不处必有天用。处置何如别主外，处置的人民的皆处置，各之人有形之家，不枉是也。处置的人民不业，皆不处。各之人有形之家，本往是也。以万成之国，发万成之国，办事恶将，以言往事，岂有他在？必虽好也，如水一千，如好一家，亦闻之意义。第11章，这人发言，处置诸侯将无救恩，宣王话，诸侯都无发寡人者，何以太子明主对话？新闻70里为见无天下者，通是也；比闻1000里为人者也，此外通一经诸葛氏，天下心志，多面理经皆以外。三边的经博的话，岂为何我？边防之欲大汉之防分界也，为此者不知，经者不变。杜基官的调基兵，若是无价，兵大业，此话希我何来其所？今若基兵，昂的将士兵。以为将真己有最好之中也，但是我将一言往事，略杀其父兄，下对其子弟，毁其宗庙，迁其重器，如之何其可也？天下各为这一强也，今又背地，你不想人者是当天下之兵也，往所出令，反其无价，知其重器，无有恩将，必君离何其？即有可及之也，就是将所有落红，目光文化，
我有师副驾33人，里边目之数样，都是这不可相度，不都这即是其中上之数力不够，如一何即可也，名主对话。向连积水，温一边，努力转复过后，庄稼善利之数方家，几千人矣。日管一丛林是虎口枪，有书无一个，是上万的战下也。将主话改之改之，出乎你家，还乎你家也。夫民今离何，必还之也。君何有言？君享人将，庶民亲其上，庶其中矣。13章丁文讲文话，丁小国也。敢有这错？是这好，是错好，并主对话，是无非我所能及也。不以则有一言。读书的也，读书行也，有便修治，后书的言福气，即是可为也。14章点文讲文话，这人将读说，我心强，如一何即可，名主对话。食者太王孤兵，敌人侵至其之基山之下，孤言非得而处之，不得已也。故为贤者，何世子孙必有王者矣。君子创业随堂，为可计也。若夫相公即天也，君如彼何在？将为先而已矣。14章金文讲文话，丁小国也，极力以事大国，即不得变言，主之何即可？并主对话，食者太王孤兵，敌人侵至，书之以疲惫，不得变言；书之以牵马，不得变言；书之以自强，不得变言。乃上积极努力各之话，敌人之所欲者。我土地也，我本之也，君主不以其所用人者害人，13主何患何无君？我将其治，弃兵渡梁山，亦有其山之下孤言。边人话，人人也不可食也。将之者，自归期，迄话世修也。非心之所能为也。后事不起，君请必有书之将。16章。多边光将出，别人中从者请话，
他日观出，即必令有事所致，今成无意加意，有事离地所致，甘请讲话，将见名字话何在？阮所谓亲信，以身有匹夫者，以为贤好，礼仪由贤者出。地并自己何伤如剑伤，官无见言，讲话要合正自一见话，官喜为不见并报也。话迄个官人话，并自己何伤如剑伤。是以不往见也，话何在？阮所谓儒家，简以事，何以大夫？简以三鼎，你何以五鼎无？话何为光国以谦之美也？话非所谓儒也。贫富不同也，若政治见名之话，却得君为大见也。鄙人有重从者之君，君是以不过来也。话行迄事之，知迄得之。天之非人所量也，我亦不有如何天也，总是之子焉良所无不